朋友們，我們常常有很多想法，從明天起我一定要這樣生活，這個問題要這樣解決。然而，只停留在腦海中的計劃其實沒有任何力量。只有當這些想法從口中宣告出來，並轉化為身體的行動時，能量才會產生。在你的心中，是否有一面阻擋你已久的心？是不是我不行，情況太糟糕了，這類消極的想法禁錮了你？今天，我想通過神的話語分享，衝破恐懼的確信之呼喊如何扭轉局面。當以色列百姓隨着祭司的角聲一同大聲呼喊時，那堅固的耶利哥城瞬間坍塌了。約書亞記錄20-21。以色列百姓是在什麼時候呼喊的呢？他們不是在看到城倒塌的結果後才呼喊，而是在相信神必使其倒塌後提前呼喊的。這就是先發制人的信仰。這種呼喊希伯來語不僅僅是提高嗓門，更是百姓在君王巡遊號角響起時發出的歡呼，是確信勝利的吶喊。考古學研究發現，耶利哥城是雙層結構，極其堅固。但令人驚訝的是，有證據顯示城是向外倒塌的。這並非巧合，信仰的呼喊成為了將不可見的可能性轉化為現實勝利的導火索。這種呼喊的原理延續到了耶穌身上。耶穌曾預先告訴門徒他的死亡與復活，在十字架上，他發出了最後的一聲大喊，成了。那呼喊不是失敗者的哀鳴，而是徹底粉碎人類最大障礙，罪與死亡的勝利宣言。主通過從墳墓中復活，證明了那聲呼喊是真正的勝利。現在，我們是背負着耶穌基督的勝利而活的人，因為主已經拆毀了一切，我們面前的障礙不再是攻不可破的要塞。親愛的聖徒們，請看看你們生活的現場，你們面前是否有經濟問題、關係矛盾、自我否定或恐懼的？現在，請打破沉默，發出呼喊。當看不見的信仰通過呼喊這一具體行動爆發時，現實的障礙就會開始倒塌。請宣告，在耶穌基督裡，我已經勝利了。當你確信勝利並邁出腳步時，神必會讓你看到耶利哥倒塌的神蹟。祝願大家今天能以確信的呼喊贏得勝利。